欢迎收听12月22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思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圣诞欢乐颂。圣诞欢乐颂要送给你一个好消息，是耶稣他爱你到底。他不仅为你降生，他为你降生是为了要爱你到底。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在尼希米记13章23到27节。神爱世人，世人却不爱神，总爱人手所造的公仔。航海王中，红发杰克为了保护鲁夫，失去了一只手。鲁夫感激在心，并决定要跟随红发杰克的脚步，开始踏上成为海贼王的道路。而鲁夫最经典的草帽，就是他头上那一顶，就是红发杰克传承赠予他的。这也象征着鲁夫他传承了红发杰克的信念，在鲁夫和伙伴们接下来的航海旅程中，这成为鲁夫很重要的指引。同样是指引，2000多年前，上帝已经将耶稣降生的重要意义启示给博士，让世人首次真实的瞥见了上帝想要与世人和好的心愿，完全无视我们的堕落光景，我们那活在黑暗的背景。他的心意是要爱我们到底，只愿我们相信依靠，也跟随到底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他们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哇，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竟然只是跟着一颗星星的移动，就跟到这里来。希律王听见了天有异象，竟然还有这些博士跟随，他心里就不安。难道是这个政局要改变了吗？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。希律王于是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，基督当生在何处？他们回答，在犹太的伯利恒。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哇，这段话让希律从明的变成暗的。他招了博士来，问那个星什么时候出现，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，让他们去找那孩子，找到之后就来报信。这些博士听了王的话之后，他们就去了。接下来的故事是很惊吓呢，还是很惊喜呢？我们接着就会听见了。但在今天这段话，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好像跟尼希米记有点不太一样啊？尼希米记当中13章23节，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，在尼希米他的决定当中，是要跟犹太人分别出来的。在那些日子，尼希米他改变了整个当时耶路撒冷城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敬畏上帝，他也要邀请人一起来敬畏上帝。但是在这其中，有些人不守安息日，有些人没有11奉献，有些人甚至在安息日做买卖。今天最影响的事情发生了，他发现过去他们娶外族了女子，与外族通婚，所造成了得罪上帝的事，竟然又再次重演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他发现许多犹太人娶了亚实突、亚门摩押的女子，他们的子女有一半是说亚实突话或别种语言，不会讲我们自己的话。在这里我们看见尼希米好像是很严厉哦，不仅责备诅咒，又打他们，拔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在上帝面前重新起誓，不容许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儿女去做这样的事。如果我们直接使用这段经文拿到今天来讲，
恐怕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来到教会聚会，所以我们当然不会是这样来解读的。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社会背景，当时的这个生活背景来理解这件事情。尼希米为何会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很严厉的决定呢？其实不仅是跟他们过去因此得罪上帝有关系，还有一个更积极的意义是，在当时不像现在，我们的科技很发达，我们的文字可以随意的传送，甚至我们有很多很容易可以记录下来我们自己故事的文本，譬如说纸啊，譬如说 Word 啊，譬如说 PPT 啊，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写在那上面。但当时是靠着语言，而且当时的语言不像现在很容易用翻译机去学另外一个语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。当时他们的这个知识水平呢，在学语言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透过这口传文化，透过这个语言，当我会说这个语言的时候，它承载的文化以及它背后的信仰，我才能够实践出来。然而当他们不会希伯来文的时候，哇，这下就是这个麻烦大了，这个就是这个出大事情了。他们没办法理解什么原因我们要敬畏上帝，因为他不在那样的一个思考表达还有文化的这个系统里面。所以当尼希米他很强烈的要求，不仅是要人回到上帝里面，以上帝成为他们敬畏的对象，成为他们安全感的来源，另外很重要的原因是跟他们的后代跟他们的现代有关系。就好像我们现在正在预备明年要有这个亲子礼拜，我们为了下一代的缘故，我们做调整跟改变。同样的，尼希米他想得很远，要保存语言，要保存这样的一个生命跟文化，是为了下一代或是后代们，他们能够继续传承这个从上帝来的信仰。那这么说，是不是这些外族人跟我们无关？他们有没有信上帝根本就没有关系吗？其实不是哦。我们看见救恩历史是一个推展的历史，上帝从拣选一人到一个家族，到一个民族，到一个国家，然后接下来到今天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这群外邦人也一起来经历这样的恩典。怎么这样说呢？当我们看到耶稣诞生的叙事，我们其实就很清楚，博士在当时是以星象学家闻名，所以他们看见那颗奇异的星，他们知道一定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。圣诞节期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故事，这些博士们或者是这些学者，他们跟着这个星走到了一个地方，星在那上头停住了，他们进到那一家去。后面的故事明天会说，但是很重要的是，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他们不是犹太人哦，他们是外邦人。很多个世纪以来，世人认定了救主就是要拯救上帝的选民犹太人而已，这是很合理的假设，因为在救恩的历史推演当中，我们的确看到是从犹太人开始。然而当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却是吸引了外邦人来到耶稣的跟前。这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整个救恩的叙事里面，特别透过耶稣诞生的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，他所爱的是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他所拣选的人不只是他拣选的人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跟随他。好像我们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这样说，希伯来书11章6节，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，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，而且信他要报赏寻求他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在尼希米的时代，他们其实是要继续的存有这一个救恩的管道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他的语言，我们需要在那个文化中，我们要继续传承信仰。但是发展到新约的时候，上帝亲自透过异象，透过新的指引，让
这些愿意跟随的人，他们经历那个耶稣降生的恩典。而这样的爱，不是因为他是外邦人，他是犹太人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样的好事，做了什么样的坏事。上帝爱世人的显明，不在那些被拣选的人而已，更重要的是那跟随的人。我们是这个人吗？恳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到底，他也邀请我们相信他，跟随他到底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思想上都是很有限制的，因为我们就活在我们仅能知道的世界、国家、社会环境、家庭，甚至自己的生命当中。然而你用一个全知的观点吸引我们来跟随你，透过天上的异象，你吸引是外邦人的这些博士们，透过今天你在我们心中的感动，你邀请我们。主，你爱世人，不限于被拣选的人，更在乎我们被拣选，我们愿意跟随吗？我们不被拣选，但我愿意跟随吗？我愿意相信吗？主啊，我们就在这其中知道，原来你不是只拣选一些人，而是你愿意拣选万民。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回应跟随？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，在你救恩的启示里面，我们更多来认识主你的心意是要爱人到底，也愿我们的生命愿意跟随到底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帝对你的指引，透过那天上的星，透过你心中的感动，透过在圣诞节期里面的盼望、仁爱启示，祝福你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